早晨，大家好。今次拍過呢條片啦，我同大家討論啦。香港電影業已死。自上個星期日，香港電影頒獎典禮第43屆啊，可能已經步入黃昏，就要死亡。原因政治審查今日未停止過嘅。莫講在電影題材啊，雖然牽涉遊行示威啊、8964啊、721啊、831啊、612啊，啲敏感數字啊，肯定啊，俾電影處要求刪剪。就到而家嘅有談啲睇到而家現在嘅杜琪峰同 ViuTV 合作拍攝嘅電視劇《三名》都已經顯示咗，尤其是提及敏感數字89啊、64啊、721啊、831啊，都已經禁播啊。所以小弟認為而家嘅香港電影業投資同埋電視業投資只要唔牽涉敏感數字都有大把機會嘅。但是而家現在嘅本地年青人或者係年紀大銀花咗都情願喺網上睇片，就如睇 Netflix 啊、迪士尼啊、Max 啊，都有睇香港電影嘅。甚至乎等電影落畫之後先有得喺網台嗰度先有得睇嘅。所以我覺得而家香港電影要面對嘅困難就係投資者會卻步，因為有些電影題材敏感未必一定拍攝，例如乎佢嘅拍攝內容牽涉咗少量嘅數字都已經要求刪剪嘅。所以本人認為香港電影業可能已死，都希望明年嘅第44屆電影金像獎能夠可以持續。如果唔係嘅話，今年第43屆已經可以話敲定哀鐘。多謝各位。